如果你淨係記得呢場歐冠係賓菲卡4-2擊敗皇馬，記得嘅係龍門補時頭槌絕殺，記得嘅係瘋狂奇蹟不可思議，咁你其實只睇咗比賽最表面嗰一層，因為呢一場波真正決定勝負嘅，從來都唔係最後嗰下入球，而係之前90幾分鐘每一個關於風險、目標同選擇嘅決定。呢唔係一場靠運氣贏嘅比賽，而係一場喺新歐冠賽制之下，由制度、心理位置同信息差一步一步推向極端嘅結果。今日呢條片，我哋唔講奇蹟，唔講熱血，唔重波入球，而係拆解點解個龍門會被推上前線，點解瘋狂其實係理性，點解皇馬唔係踢得差，但依然會輸，同埋點解喺新賽制之下，足球已經唔再只係踢得好就夠嘅。呢場歐冠賽事，賓菲卡4-2擊敗皇家馬德里，表面上睇呢係一場充滿戲劇性嘅經典大戰啊！龍門安拿杜利特魯賓補時頭槌絕殺，成為全球焦點啊！但如果你用一個真正專業嘅角度去拆解，其實呢並唔係一場靠運氣或者靠單一奇蹟決定嘅比賽嚟噶，而係一場由結構效率、紀律同目標清晰度一層一層累積出嚟嘅結果。最終比分係4-2，但真正決定勝負嘅從來都唔係最後嗰一下入球，而係之前90幾分鐘甚至更早已經鋪墊好嘅一切啦。呢一晚之所以會出現一個龍門喺補時衝頂，連自己出唔出線都未完全搞清楚，教練席不斷望住其他球場比分嘅畫面，並唔係因為瘋狂啊，而係因為制度。因為呢一日係歐冠聯賽階段最後一個比賽日，18場比賽同時開波。新賽制之下，前8名直接晉級，第9到第24名要打附加賽，其餘直接出局。而呢個分別唔只係名次咁簡單，而係多2場高風險淘汰賽，多2星期心理壓力，多一個完整賽季嘅變量。所以去到最後一輪，其實已經唔再係一場對一場嘅足球，而係一張動態積分網。你喺里斯本入一球，可能會令馬賽出局；你喺多特蒙德失一球，可能會改變國際米蘭嘅命運。球場已經唔再係孤立存在，而係彼此牽連。而喺呢個背景之下，賓菲卡同皇馬雖然企喺同一塊草地，但心理位置完全唔同。皇馬基本已經確保附加賽資格，目標係前8，但並唔係非要不可。而賓菲卡就唔同啦，一隻腳已經喺懸崖外，就算贏緊都未必有得生。當一隊可以接受結果，而另一隊必須改變命運，你對風險嘅理解、對時間嘅計算、對最後一球嘅渴望，全部都會完全唔同。而呢種不對稱，正正就解釋咗點解喺補時再補時嘅最後一刻，會有一個龍門被所有人指住衝向禁區。比賽一開始啦，呢種心理落差已經好快反映喺節奏同選擇上。賓菲卡由一開始就踢得好清楚，佢哋唔追求控球，唔追求靚，而係追求效率。每一次逼搶都係向前，每一次推進都係直線指向禁區。相反，皇馬控球更多，傳球更多，但節奏偏慢，風險控制偏保守。30分鐘麥巴比頭槌入波，表面睇係皇馬領先，但其實並冇真正改變比賽走向，因為嗰球唔係來自持續壓制，而係一次邊路鬆懈下嘅捕捉。賓菲卡失波之後冇亂，繼續執行原本計劃，繼續壓縮空間，繼續用轉換打身後，36分鐘扳平。而半場補時嗰個12碼徹底改變比賽性質。由嗰一刻開始，皇馬唔再係控制者，而係追趕者。但問題正正就喺度，當皇馬需要追分嘅時候，佢哋並冇切換到一套真正低風險而有結構嘅追分模式，反而開始依賴個人突破同情緒驅動。54分鐘再失一球，3-1落後。雖然好快追成3-2，但由嗰一刻起，比賽已經開始脫離戰術框架，進入情緒層面。犯規變多，節奏被切碎，而最關鍵嘅係賓菲卡非常清楚一件事，守住3-2係唔夠嘅，因為出線從來唔只取決於眼前對手，而係取決於整張積分榜。所以當比賽進入補時再補時，當皇馬因為情緒失控而連續被罰下人，當定位球一次又一次送到賓菲卡腳下，呢一切其實都唔係偶然，而係制度推動之下行為嘅必然結果。最後一個罰球開出之前，特魯賓可能未完全知道其他球場發生緊乜，但全隊都好清楚需要乜。當所有高點壓入禁區，當一個龍門成為最後一件武器嗰一刻，唔係瘋狂而係極端理性，因為喺呢個夜晚你唔入多一球就等於出局，而再失一個根本冇分別。當制度將選擇壓縮到只剩一個答案，足球就會走向最極端嘅畫面，而嗰個畫面最終會被記住為奇蹟，但真正嘅原因從來都唔係奇蹟，而係清楚知道自己喺同時間同命運搏緊乜。
當你將呢場波拉遠少少睇，你會發現真正決定勝負嘅真係唔係最後嗰一下頭槌，而係之前90幾分鐘對風險同目標嘅持續選擇。賓菲卡控球只有3成幾，但預期入球超過3球；而皇馬控球接近7成，但預期入球只有1.5。呢個差距說明咗球權唔等於控制。賓菲卡控制嘅係禁區，係機會質量，而皇馬控制嘅只係節奏同皮球。當比賽進入最後半小時，呢個差距被無限放大。皇馬需要入波，但冇一套清晰結構去圍攻，只能不斷壓上、不斷犯規、不斷將比賽推向混亂。而混亂對一支目標清晰嘅球隊反而係優勢，因為每一次犯規都可能換嚟一次定位球，而每一次定位球都係一次明確指向結果嘅機會。補時階段2張紅牌並唔係偶然，而係情緒取代判斷嘅必然結果。當一支球隊開始用身體去解決位置問題，用犯規去彌補結構問題，比賽其實已經唔再喺佢掌控之中。而賓菲卡剛好相反，佢哋喺最混亂嘅階段反而最冷靜，因為佢哋知道守住3-2等於失敗，所以根本唔存在保守選項。最後一次罰球之前將龍門推上前線，聽落好似好癲，但其實係唯一理性選擇。再失一個冇分別，但多入一個就可以改變命運。當制度將選擇壓縮到只剩一個方向，勇氣就唔再係性格，而係計算結果。當特魯賓衝入禁區嗰刻，佢代表嘅已經唔係一個位置，而係一條數據，一條仍然未被填滿嘅出線路徑。而當皮球入網嗰刻，里斯本爆炸唔係因為不可思議，而係因為所有被壓縮嘅不確定性終於一次過被釋放。呢一刻唔止改變一場比賽，而係改寫積分榜，改寫其他城市嘅命運，亦提醒咗所有人喺新賽制之下，足球已經唔再只係技術對抗，而係一場關於信息風險同選擇嘅綜合博弈。而喺呢一晚，賓菲卡贏嘅唔係奇蹟，而係比對手更早一步理解咗自己真正喺同乜嘢對抗。而當塵埃落定之後，你會發現皇馬其實並唔係被擊敗，而係被新環境懲罰。佢哋並冇踢得差，亦冇全面失控，直到最後階段。但問題係喺呢種賽制之下，夠好已經唔再足夠。你必須準確理解自己所處嘅位置，理解一分一球嘅真實價值，理解對手同時間軸之間嘅關係。皇馬一直以為自己係管理比賽，但事實上佢哋只係管理緊球權，而唔係結果。當比賽去到最後一刻，當其他球場嘅分數開始回饋到教練席，當每一次死球都可能改寫命運，你需要嘅唔係更靚嘅進攻，而係更殘酷嘅判斷。賓菲卡之所以可以行到最後一步，唔係因為佢哋更強，而係因為佢哋更誠實面對現實。佢哋知道守住領先冇意義，知道拖時間等於等死，知道再失一球同出局冇分別。所以當所有退路被制度封死，選擇反而變得簡單。足球有時會被記住為情緒，有時會被包裝成奇蹟，但喺更深層嘅地方，佢永遠都係一連串選擇嘅結果。而呢一晚之所以會被寫入歐冠歷史，唔係因為一個龍門入波，而係因為有一支球隊比其他人更早一步接受咗真相，並且願意為此承擔一切後果。所以當你回望呢一晚，真正被寫入歐冠歷史嘅，並唔係一個龍門入波，而係一支球隊比其他人更早一步接受現實。賓菲卡贏嘅唔係奇蹟，而係對位置、時間同結果嘅清醒判斷。皇馬輸嘅唔係實力，而係喺新環境之下對風險價值嘅誤判。喺呢種賽制入邊，夠好已經唔再足夠。你必須知道自己喺榜上邊一個位置，知道一分一球嘅真實意義，知道拖時間有時唔係保守，而係等死。足球最終永遠都唔係情緒，而係選擇。當制度將所有退路封死，勇氣就唔再係性格，而係唯一理性答案。如果你覺得呢種角度令你重新理解咗呢場比賽，記得留言講下你點睇新賽制。如果你想繼續睇更多唔講熱血，只講真相嘅足球分析，訂閱同點讚。下一條片我哋繼續拆。